真侪人拢会随随便便伫遐大声喝休、大声哀，当作这民主自由就亲像水道水一开就会来。事实上，英国咱台湾的威权时代，真侪人因为参与这党外运动、特定的宗教团体支持反政府活动，就去互政府列入去黑名单内面，无法度自由来出入境。国家人权博物馆以黑名单的历史做主题规划展览，希望互民众了解到台湾的民主自由是有偌尼的珍贵。 为了美丽岛运动了，很多人投入了，大概海外的人大概几乎500个人都投入，然后是上黑名单，大部分的人都上黑名单，然后是为了声援美丽岛、声援这些被逮捕的人，他就没有办法奔丧，没有办法回去看爸爸妈妈，这个对很多人是非常大的心理伤害。 美国籍的艾琳达女士讲起，予国民政府禁止出入台湾，心情是真无奈。伊伫1970年代伫咧台湾做学术研究，嘛参加美丽岛运动，为着救援海内外的政治犯，参济国外的人权团体志接，每周去予国民政府列入黑名单。迄当时有济人甲艾琳达同款，予政府列入黑名单。为着要互少年辈民众愈了解这段历史，国家人权博物馆特别举办战后黑名单特展。我们直到今天仍然面对外在的威胁，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！我们必须深化这样的历史的教训，深化这些价值，才能保卫 我们的故乡台湾。展览会场利用实际体验，民众摕护照去扫，出现红色警报灯，就代表无法度出入境，互民众感受自由受限制的感觉。文化部处长王时书讲，虽然即马台湾有亚洲上进步的民主自由，但是过去有真侪历史也未见光。 不管是从228，不管从白色恐怖，确实具体到底我们牺牲了多少人，到底多少人失去生命，多少人失去自由，多少人失去家园，这个数字到今天都还在研究当中。文化部处长王时书讲，台湾伫咧维权时期到底有偌济受难者，目前也无法度提出正确的数字。伊认为，这代表即马台湾的民主自由也未完全稳定，也是咧风险当中，嘛代表台湾的民主自由也要继续打拼。记者郭明哲新北报道。